行啊嚇，咁啦，好啦，嗱行路咧，何謂叫做自然咧？咁你個人咧最主要咧，你行路你發覺你個人去感應自己啦。嗱，步行養生功第一招咧就學感應啦。咁你入開始咧，你睇下感應就話你自己由腳掌你腳掌有冇反應啊？收少少腰咧，你腳掌咧就有感應啦。大家有冇呢個感覺啊？收腰嘅腳掌落地，咁你係咪有感應啊？咁你有冇睇下呢個咁簡單嘅動作？你保持隻手垂直自然擺動就得噶啦，就唔需要刻意去揈佢，唔係操兵，唔使操，自然呼吸又係自然啊。好啦，再教多一招啦。你呼吸咧用鼻嚟呼吸，鼻呼吸，用鼻呼吸咧自自然咧有另一個口訣就係利頂上顎啦，利頂上顎，即係你用個鼻呼吸，咁你唔出聲，自自然咧。你吞一吞口水，你吞一吞口水，咁你個脷頂就上顎啦。大家覺得有冇做到啊？有冇做唔做到？聽唔聽到我講嘅落去？做唔做到我個口訣啊？係啦。收腰之後。係啦，收腰，行路自然跟住咧呼吸咧用鼻呼吸，個意最單人。好啦，咁大家而家翻坐翻原位啦，OK。好開心啊！大家